不要急。Hello， 谢谢。彩排的如何？彩排的如何？这边。来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好。心情好吗？紧不紧张？好，大哥不要靠近了，谢谢，你不要靠近了。喝了，哎，好了。好了，谢谢。没关系，跟我们。来，小对不起啊。能不能开窗一下？能开窗一下？